三教聚阴亭礼堂举行关帝公圣诞庆典，庆典于农历5月12日举行，现场庄严肃穆，有庙宇管理人员及华人信众共同参加。关帝公圣诞庆典在三教庙庄严举行，居港 Srijaya Negara 路聚阴亭礼堂的庙宇管理人员及信众共同参加。自上午开始举行多项传统祭祀仪式，以表达对庙内主神关帝公的崇敬。聚阴亭礼堂三教庙副主席Usman表示，庆典仪式自上午开始，依次举行祝灵仪式、祝寿仪式以及最后的祭宾仪式，随后以聚餐活动圆满结束。Kita merayakan hari ulang tahun Kwan Tekong ya. Kwan Tekong untuk di kelenteng kita sendiri ini Cuhunting dewa utamanya. Setahun kita rayain 2 kali。苗方希望在庆典结束后，华人社会及全体印尼人民都能持续享有平安与安定，社会更加团结，并不断迈向繁荣发展。Muhammad Aidil Pal TV